Hello， 各位，我係小陳啊。今日咧想帶大家睇一個咧嘉湖山莊3房1次戶型單位，全屋有裝修嘅，非常之靚嘅，裝修都唔錯嘅。同埋咧佢嘅景觀咧望翻自己嘅來源嘅，亦都望到近遠嘅景觀添。咁呢個單位屬於咧551尺3房嘅單位嚟㗎，同埋咧無論佢嘅交通啦、食嘢咧非常之方便㗎。咁樓下咧正亦都有佢嘅新北軍商場，步行10零分鐘已經去西鐵站，同埋亦都有佢輕鐵站，我哋生活上、交通上非常之便利㗎。好啦，我唔講咁多啦，大家一齊去睇片啦。單位裏邊啦，燈飾非常之漂亮嘅。咁呢個就屬於客廳位置，全屋有裝修，一個大窗。呢個飯廳位置。咁首先咧，我哋介紹一下咧，就客廳位置啦。入到門口咧，有一個電視櫃。咁轉過我嘅左手邊啦，擺一個 sofa。咁業主都好悉心設計啦。呢度咧，可有陣時坐喺度擺下啲茶類啊，或者係點心類喺度食，一路食一路享受睇電視。咁景觀咧亦都非常之開揚嘅。咁望翻自己嘅內園景啦，有水池。咁望翻天盛苑嗰邊，轉過嚟呢邊入門口位置咧，做咗個獅字櫃啦。咁上下格櫃可以擺放嘅你哋需要嘅用品啦。再行前少少咧，就係呢個飯廳位置啦。咁4人坐嘅，其實6人坐都可以。咁你大家睇下個燈飾，非常之特別。全屋有裝修嘅。咁入到嚟咧，拎包入住已經 OK 啦。咁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。咁如果你介意嘅，可以做一個趟門，咁就已經 OK 嘅啦。就變成一個緊櫥，咁一排櫥櫃。咁除咗自住之餘咧，呢啲單位買嚟收租都 OK 嘅，完全係可以冇問題嘅。雪櫃啊、洗衣機齊晒。咁我哋接着咧行前上去睇睇啦，睡房區同埋浴室個位置啦。咁呢度其中一間房啦。咁呢度做一排櫃，下邊放床㗎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冷氣機啦，分體嘅。咁景觀亦都係開揚，望翻自己嘅來源，非常之清幽。再轉個身嚟呢邊，呢就係浴室位置啦。咁亦都有裝修鏡櫃、企缸。咁你留意下呢度啦，咁可能你就係做咗少少位嘅，擺嗰啲清潔嘅用品啊，或者食嘅。到中房位置啦。4正啦，闊落。嗱，光線非常之足夠㗎，完全採光度咧係好光亮嘅，成間房。去到呢度啦，主人房啦，一個大床啦，同埋一個大衣櫃置頂。咁景觀咧非常之開揚嘅，咁望到兩邊景啊。呢邊望翻天盛苑去西鐵站嗰邊啦，而呢度咧係自己內園池景，中央公園。好啦，大家睇完我條影片係咪好中意咧？嗱，如果喜歡嘅話，隨時 call 我陳小姐睇下，因為真係拎包入住 OK 噶啦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